佢做過一次訪問咧，佢話佢上台嘅時候隻手係會出汗嘅。我揀最後嗰個係你。我嗰陣時個樣係，其實我係諗揀我哋可以點樣做咧？我係有呢個感覺，因為我覺得佢所有嘢都有啦，好似爭緊啲嘢令到佢開竅咯。嗱，你外貌即係你成個 package 已經有晒㗎啦，外貌又討好啦，聲線又好聽啦，同埋好中意你唱歌嗰種 storytelling，即係好似講古仔咁樣。咁但係好多時你揀嘅歌咧太穩陣啦，所以以我搞破壞嘅性格咧，咁我就揀得嚟啦。因為我覺得你需要去真係要突破啦。我都認同阿古講我冇火呢樣嘢嘅，可能經歷過好多冇機會冇機會嘅呢啲咁嘅經歷咧，令我其實幾驚潑着個火嘅。我希望嘅就係今次佢唱《號外》，首先攞翻團火出嚟，去嗰團火係唔係話要跑到 final，嗰團火係要每一集嘅比賽，我揀得呢一首歌嘅，我就要盡我嘅能力去唱好呢一首歌。嗱，如果佢肯奮不顧身咁樣去唱嘅話咧，三甲都冇乜問題。真誠，再下一城，我哋永遠支持你。香港人㗎嘛。無論怎得罪，你說我是負累，陪着我等於死去了，無情趣。從前或現在，當我是誰？你這一種伴侶，前夜一起睡，你卻沒臉，此竟講出口，你怕受罪，完全忘記往日為何凌晨仍潮浪戲水。還愛我對愛情已死心，當高興好心敷衍，一下卻逼真的親吻。我們這結局太不堪，分不出真假的愛恨。愛太過動魄驚心，我故在這個世界得到教訓，怎相信人？命中什麼愛着你為人？立心波心腸，我對你極善良，如若你很想我這樣受傷，你會知愛情都於悲傷，你怎安心可不改漂亮？怎想像共你而同享多少恨，真覺幻想，一轉頭前面後要返離場。還到愛，我對愛情已死心，貪高興好心敷衍，一下卻逼真的親吻。我們這結局太不堪，分不出真假的愛恨。無謂愛太過動魄驚心，我故在這個世界得到教訓，怎相信人？命中什麼愛着你為強？你給我的愛是玩具，磨難後變傳奇，難可以這
悲心，貪高興好心敷衍，一下卻逼真的親吻。我們這結局太不堪，分不出真假的愛恨，無謂愛太過動魄驚心，無故在這個世界得到有分心，相信人終怎愛着你為俊成 Jeremy 你哋呢個 version 嘅酷愛係令到我完全冇 expect 係咁樣嘅。係因為如果跟翻之前嗰個 version 咧，我就覺得好似即係未發揮到進食嗰個本身嗰個聲嗰個 talent 嘅，同埋去到而家都中間位啦，咁所以都要突破咯，要幫佢突破。係嗱，佢幫咗好多啊，真係。係咁佢又係心理輔導師啦，係咁啊跟住然之後又音樂老師啦，係咁跟住然之後仲有形象顧問啦，係啦，咁啊佢對我嘅頭髮啊都好有要求，係係啊，所以佢係咪即係阿 Jeremy 就俾晒衫你着晒樽領咁，佢你睇佢幾低能咁又唔好咁講，尊重下場合啦。咁耐冇翻嚟屋企都要着翻得體啲嘅。咁你要信呢位師兄，因為佢咧即係喺中意嘅舞台度一路自己蛻變。咁啊，今日我真係睇到咧，你擠到佢少少火出嚟。係我唔知你評審啊覺得點咧？非常俊成，我好矛盾嘅對於呢個表演，既愛有恨啊！愛就係、哇兩個好高嘅企埋一齊，我知道你唱啲高音咧有幾下真係幾好聽啊！即係呢隻歌其實真係好難，呢隻歌佢由低炒到好高，我覺得咧有少少咧就係、你好吃力去製造咗啲高音，令到我視覺上、聽覺上咧都覺得你有啲辛苦所以佢成件事我又愛有恨。可以老師講翻嗰啲高音啦，因為咧烏依個 vowel 咧，你睇下個嘴就烏，咁你嘴型比較細啦，係咪？咁你如果嘴型出邊細，咁你入邊就要大。其實呢樣嘢係比較難做嘅，所以如果你唱歌會難啲啦。如果你有個烏嘅話，如果你嗰下就咁用普通你哋中意用嘅vowel 啊，都會易啲，因為你有個 space 啊嘛。如果當你下一次再想試啲聲出嚟啦，試多啲唔同嘅 vowel 去做咯，我覺得。多謝老師。 ，thank you，肥媽。今日我好中意你嗰個突破，學咗我哋話齋，我哋仲有幾多集啫？你都行到嚟依度咯，即係證明你係得㗎啦，係咪啊？有乜理由自己唔信自己嘅啫？ thank you，肥媽。周康老師，阿俊成，其他參賽者又大魔王又天使死啦，咁究竟趙俊成係點咧？但我好想話俾你聽咧，其實你都係其中一個有力爭勝嘅人嚟嘅，只係話究竟你要發揮你嘅強項係乜？我覺得今日你嘅 approach 有少少錯咧，你放咗太多嘅 focus 咧喺嗰啲咧疑似 opera 嘅 element 當中，我覺得係唔需要。反而你如果全神貫注咧去唱翻好呢一首歌嘅時候咧，其實可能嗰個效果咧會更加好。俊成，你係有聲、有樣、有高度係咪啊？係啊，睇下有冇下一 round 都要睇下個分數嘅。好睇睇。OK， 86分，你都可以去晉級區啦，因為咧就換翻阿永健出嚟。Thank you，唔該晒。